重点节目总统府的元旦升旗表演，今年呢是以2021年台湾有你当作表演的主要的意念，三军的乐仪队做重要的角色，彰显去年国庆风评真好的超前的表演。像这北一路的乐仪机队、建中的乐仪队以及26间学校所组成这个100人的歌舞团，嘛表现出青春甲活力。做来看精彩内容。 无论是谱唱是捧唱，拢真熟手。民国18年总统府元旦升旗典礼，三军乐仪队永远是担任重要的表演节目。队形的变化搭配流行歌曲，伫去年国庆的典礼风评真好。那这场表演唔免音乐的伴奏，以拍唱、大步、瓦凯声做节奏，展现平时辛苦训练的成果。不过参加表演的仪队唔那国军尔。 北一路乐仪机队全部拢出动，展现另外一种青春的样貌。建中的机队嘛是输人唔输阵。全国20间学校学生所组成的100人歌舞团嘛，带来节奏分明的动感热舞。有台湾版太阳马戏团之称的福卡福摩沙马戏团，唔惊寒烫北体的表演。 另外一边，海军舰队的指挥部嘛，入面切发布元旦形象影片，官兵组成的鸟头鸟乐团以自创的歌曲唱出保护海疆的信念，嘛代表就算面临疫情的打击甲中国敌情危险，海军未来依然会继续乘风破浪，保护家园。